的话是金口玉言。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，只要你醒。皇上，您真的要打奴婢啊？不然呢？这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，你都要上房揭瓦了。君无戏言，这是你自己说过的。过来，趴下。好吧，不就挨几下板子吗？打就打。等，皇上，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？您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假打行吗？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概哪儿去了？不如啊，你给朕认个错，跟朕重新续个大小，让朕做老大，你做小弟，那朕就饶了你。不行，我从小都是老小，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打吧。行，那你就好好忍着，别鬼哭狼嚎的啊！绝对不出一声。我真打了！我说呢，平日里你蹭回点皮就哼哼唧唧的，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原来有这个东西！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大清哪条律法规定了，奴才被打的时候，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？还给我！你趴下，板子还没打呢。皇上，您难道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吗？皇上，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，您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，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？能不能打个折呀？半折、对折，20下。不行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那要不然就4折15下。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？4折16。皇上英明，16下，那我们就决定了，就打我16下。谢谢皇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给朕下套啊？我告诉你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您看是这样的，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，我是个女孩啊，半个月都起不来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多难看。要不然换个地方打。也是，真把你屁股打坏了，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，朕这也没人伺候。行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开恩。这个屁股打不了，手总打得了吧？把手伸出来。皇上你干嘛呀？又要打我呀？行了，别废话，把手伸出来。我不。右手要做事，左手，快！疼死我了！你可是真英雄啊，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。奴婢是假英雄，真怂包。如果皇上行的话，你试试，你不叫我就服你。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？之前皇上说刘德昭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，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。刘德昭虽然欺上瞒下、贪赃枉法，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，他对他女人很好的。你又不是朕的女人，为什么这样护着你？还是说，你愿意做朕的女人？说呀，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。皇上还是继续打吧，奴婢绝对。
不出一声。要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，装什么英雄？奴婢不想装英雄，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。皇上，您这是不打了呀，还是改日再打呀？把手伸出来，给朕看看。怎么这么娇气？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或者你试试，也疼。老大，不是朕想打你。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，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。真要做出什么事情，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，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。都疼死了。好了，老大，别哭了，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。还丑呢，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。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你赔我，你赔我！好了好了，打几下手也哭，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还真赖上朕了。打了人就想跑啊？去给你拿药啊。把手伸出来。还疼吗，老大？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看你长得丑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好疼啊！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，朕的心里有数，别撒娇了啊！不是手疼，是头好疼。哎，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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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听说这病非常罕见，果不上小医。一欢怎么还醒不过来啊？是淑姑娘，这头疼的毛病，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顽疾，微臣无能啊！一群没用的东西！朕就问你，他这个病严不严重？朕要听实话。此病十分罕见，只有古医书上有记载。若是一欢姑娘能醒过来，便能逢凶化吉。听你这个意思，他有醒不过来的可能。过了今晚，如果明天一欢姑娘还没醒，恐怕就怎么样？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让这个
太医院去会诊。你们听好了，他今天要是出什么事，你们这帮人一个都活不了。滚！这药呢？还没煎好啊！快，给他喂上。快，欢儿，这药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啊！哎呀，师叔姑娘根本就没办法吞药。喂，接着喂！哎呀，喝呀！哎，行了，走，不要给我。是。欢儿，来，喝点药好不好？来，欢儿。老大，别睡了。好。其实真真，你不醒吗？定是因为你觉得朕还要罚你，对。说实话，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真的非常生气。朕气的不是因为你放过了刘德昭的家人，是因为之前鳌拜他也总是矫诏，他一直把朕当成一个傀儡皇帝，所以自从朕亲政以后，绝对不再允许任何挑战朕的皇权。刚知道你矫诏的时候，朕的心里面满是怒，但是现在只剩下担心，甚至是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朕自8岁登基，经历过无数的危险，哪怕在擒拿鳌拜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害怕。但是这一次，朕真的怕。老大，朕真的不能没有，是为了你的话，朕只是一个帝王，只是一个孤家寡人。但是有你在，朕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老大，朕是天子，朕的话是金口玉言。朕现在就赦了你过往所有的罪，只要你醒了，只要你醒。你醒醒吧，别睡。奴婢有一个头疼的隐疾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是个药引。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就是您的眼泪。
龙小弟，老大，你终于醒了，真不是在做梦吧？扶我起来。龙小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你是不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坐那儿守着我呀？你还说呢，真的差点被你吓死了。太医说了，今天你要是醒不过来的话，可能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咱们可是对着月亮发过誓的，说要同生共死。你要活不下去不打紧，你要是朕也活不下去啊。所以，你真的一晚上没睡啊？又不是第一次啊，朕啊，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很多钱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报答朕啊？要不然以身相许吧？那朕就勉强收了你吧。哎，什么以身相许啊？要不是你打我，我也不可能旧病复发。你居然敢矫诏，朕还不能打你一下啊？好疼呀！疼？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！宣什么太医啊？不是这儿疼，是这儿疼。手怎么红成这样子呀？朕给你吹吹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纸老虎啊，这么不经打，朕就换个法子来惩罚你。其实小的时候我偷懒不肯学习，师傅跟爹就是这样罚我的。但我基本上都是1哭2闹3上吊，就躲过去了。也就是说，朕这一次也是差点上了你的当。哼，怪不得你的技艺杂而不精，跟你哥哥比起来差远了。在家有猪哥哥，在外有龙小弟，我干嘛还要学啊？老大，你终于活蹦乱跳，又可以跟朕顶嘴抬杠，真好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是下了决心不要再理龙小弟的。可是我身不由己啊。龙小弟，我能不能不吃药了？你看我好了，真的好了。不行，这是圣旨。可是我哥说这种药根本没用嘛，我的病喝这种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谁说没用的啊？昨儿夜里要不是朕口对着口帮你渡药，只怕你今儿就醒不过来了。口对着口。那也就是说，你昨天哭了？啊？你不是很难动情的吗？你最近怎么这么容易哭了？朕没哭，谁说取龙珠就一定要哭的？这你自己也说过呀，1碗辣椒汤足矣啊。哦，龙小弟，你放心吧，这碗药我一定会好好喝的。不过在喝之前，我要1碟蜜饯，1碟枣糕，1碟桃酥，再来1碗糖蒸乳酪。不是，老大，你这病刚好，吃这么多行吗？你可以怀疑我的任何一项技能，唯独不能怀疑我的吃过。也是啊，朕的这些后宫女人里边，别人都是吃了几口就饱，你呀是吃饱了还能再吃几口。这样，去传1碟桃酥，1碟枣糕，1碟蜜饯，还有1碗糖蒸乳酪。这多吃点。谢谢龙小弟。你要实在吃不下，要不然我再一口一口的喂你啊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
你呀，真是要把朕给吃穷了。现在可以喝药了吧？哦，快点儿。哎呀，你怎么吃个药都这么麻烦呀？那你小时候病发，家里又买不起这些东西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很简单啊，捏住我的鼻子，使劲往里灌呗。这个办法好，那朕以后就这么对付你了。但是，我喝进去以后，就会把药全都吐出来，因为药实在太苦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的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在想，我有猪哥哥真好，也不知道猪哥哥现在在殿都执行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，顺不顺利？你放心吧，李爱卿功夫那么高，又会易容，又懂机关，江湖经验又丰富，肯定没事的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若回来发现我对龙小弟又割舍不下了，你一定会很失望、很伤心吧？